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4年4月初六，拜六暗时台湾时间10点，是咱第124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台湾文学欣赏会。今仔日真欢喜，咱邀请到潘正德潘姐来甲咱讲为旧册店看台语文学的发展。潘姐伊就是伫台湾开一间台南开一间古册店，或者富城古册店。诚久啊，等下会互伊详细来讲。阮家己嘛是一阵朋友，定定进前拢伫遐固定办活动，所以嘛是诚感谢潘姐有一个遮好的所在，互阮固定伫遮办活动。潘姐等下正式来讲进前，伊有一块影片要来互咱看。就是互咱看一下古册店的迄个规模，所以我即马来分享一下迄个影片的画面，请大家稍等。好，来，遮。好，咱看即个影片，咱看到遮止就是潘姐因为后壁是有中语啦，对，所以咱就家己若是有要去看的人，才家己来去欣赏。潘姐伊毋但是开即间古册店，但伊嘛是一个环保艺术家，嘛是有咧做电台，嘛有创办台语的时刊，所以咱即摆就甲时间交互咱的潘姐潘姐。嘿，大家好，喂，大家好有听诶？你好。是，大家辛苦哈。人讲册店敢会辛苦，我拢讲袂啦，介意就袂啦。有听着吼，介意就袂。册店已经差不多进入了25年啊啦，25档吼。这册店吼，迄片的纪录片吼，是一个少年仔吼，伊独立制片，伊是拢记录一寡迄落足特殊的，什么移工啦，去火车头遐移民的移工，伊就有一工咧甲我讲，是毋是来记录这古册店？伊讲要用偌久的时间，你知无？伊讲要用2、3年啦。我讲2、3年，我搁伫诶无？袂使，若袂吼，文化局拄好有咧办一个迄落纪录片的啥吼，拄1个月内底去拍迄支啦。啥歹势就是台语的吼，字无法度。因为伊要剪接足麻烦啦，有当无小心，人客甲咱讲华语，咱就直去。阮闽港会做一个台语版啦，680件20之一，有入围呢，有入围呢，算起是真趣味，无简单。1个月时间，拢利用暗时营再来拍的呢。伊介拄册店饮水大灾难啦，豪雨地下室的莫达歹去饮水，问题有够济啦。但是吼，咱大家看到后边吼，我甲潘大坐一堆册，一个桌伫遐咧讲话，即个情景就是要制作一个，阮无讲介绍互清楚讲互恁听，迄就敢若咱古早，咱阿公阿嬷拢坐青仔骹，大家伫遐食饱开讲。阮的情景就是用遐来比喻来开讲讲册的代志。今仔日我要来开始来讲一寡。泡泡拢有做迄册，但是我要先讲，咱台语人有偌济啦。贵兰姐讲你讲安尼敢讲会了？我讲无要紧，我就直念吼，安尼就知影点名啦吼。来，卢兴昌、吴明祥、陈雷、宋泽来、林永敏、吴忠祥、彭耀乾、周定邦、蓝淑珍、陈金顺、柯庆芬、华碧莹、施准洲、赖妙华、白玲、曾碧玲、沙卡布拉扬吼，王玉德。柯炳丁、陈明林、陈秋柏、林宗元、黄煞、齐炳华、王艺明、蔡基兰、陈兴嘉、张德本、李钦欢、蒋维文、陈建成、李正南、蔡文杰、梁明辉，蔡廷普，搁来，搁有迄个萧冰滴，
第二药牧师陈正荣、黄敬莲，吼，啊，个你的 top point 就遐紧讲了，免念济啦。不要紧，我讲会了，不要紧。这吼，咱的人文吼，甲小解，咱甲尊重啊，大家都辛苦呢。洪建斌、黄文福、彭英琪嘛算是啊，陈泰莲、李春福、洪威林，哦，周长启、黄清秋，哦，陈冠发，哦，林沉默嘛有写，王金文嘛写，陈正义嘛写，哦，陈英英、吴家芬啦，吼，哦，李贺啦、陈怡林啦、潘英咧，这个人就是造成了咱即马有足侪资料伫古册店拢看会到，哦，拢看会到，哦，好，啊，咱即马吼，来个选另外一张，一张这，哦，张，啊，我就是自从开古册店了，才开始写台语诗啦。啊，古早是拢乌白写啦，乱写一通啦，散文啦啥啦，画图啦啥，啊，但是会甲台语诗甲图配落去，哦，啊，就是安尼，去甲文化部请啊，出一本台语的册，哦，嘿，啊，即马就是咧讲，咱即个阮的报纸吼，即个报纸阮当总出3年2个月，首都时报，哦，啊，我会讲着讲哦，时阵周啦，伊当咧读博士啊，哦，足爱编的啦，啊，拄瓜碧云吼，李啊来出来啦，就讲啊，瓜碧云有一个头面就对啊啦，哦，啊，判大诶，因3个人就伫外口啾啾啾啾啦，迄阵就阮咧东门城，啊，啾啾啾啾就讲要做一个什物报纸啦，啊，用报纸呢，讲要亲像教会公报啥种报纸，结果你敢知？阮第一届，咱毋是教会公报社是规年诶，阮去买规领呢就对啊，吼，差不多我会记诶，敢若4尺6尺，是安那足大领诶，啊，买外交迄拢开7000块拢浪费掉，因为机械袂哈，迄报纸纸，尾后怎用类似报纸纸来去做即马即个首都时报，吼，但是即个首都时报，你甲看，我特别注明。即第一期甲第二期，啥也无共。我讲，我目睭都规毛准酒，咱啥也无共。伊就甲我讲，伊讲你袂感觉有倒一字无共无？第一期就是台语文学的时代，你敢有在场？你敢有？就甲你疑问啦，你敢有？第二期台语文学的时代，你敢在场？你着爱在场就对，你着爱在场嘛。哦，所以讲这因这少年人吼，的思考吼，咱若是互伊安尼教育安尼。感觉讲哦，啊，做这报纸吼，责任重大啦，哦，啊，这个报纸吼，大声吼，4成罗马里啦，4成罗马里啦，真辛苦。足侪人讲啊，你写这看无，当然，敢若传福音共款，有的人伊就袂，迄种罗马里，迄当阵等于当时罗马里搁较无人用啊，无普遍，2009年啦，2009年15年前啦，哦。啊，了后怎啊改罗马里3城？啊，这报纸吼订阅的人是无济啦。咱坦白讲，拢安那你安知？即期出来寄大学的图书馆，吼，全国的哦。来后期寄高中，再后期寄小学，吼，安尼轮流伫遐咧寄咧，吼。啊，甲第9期啊，第8期吼，无钱吼。你啊，李文正兄，文正迄当阵是大乐会理事长。讲文正兄啊，咱来支持者，互你做社长啦。啊，你想办法来甲阮斗募款，还是讲来怎议会有甲阮用1年啦？啊，就一笔仔钱，啊，就要继续编啦。啊，所以伊做社长，伊就足欢喜的。伊讲哦，伊是一个报社的社长，安尼。哦，啊，所以讲这，我是感觉讲，阮还佫有剩一寡这个报纸，人若有需要，人会当来甲阮讨，啊，阮也真欢喜，讲即个物件吼。啊，佫会当完成落来，哦，啊，19期这画面，大家拢有看到吼。好，后一张，哦，啊，这是富城古册店，进入了开始看大的精神啦。伊不管是大省是古册新声的，用手印的迄种报纸，这种时刊，啊，佫来着首都时报时刊，啊，所以阮也尾后出台语册啦，吼。啊，有一个是迄个洪建斌是一个医生吼，啊，伊自费啦，伊讲要爱用阮古册店的名来出一本诗集啦，哦，阮就甲出啦吼，啊，但是潘大的，
就写一句啥？伊讲伊原底是一个私人医生，但是2013年伊变身做一个医生私人。吼，这判断伊嘛是有伊的迄个眼光啦。吼，伊感觉讲台语真重要，伊有当足侪心内话。我讲啊，咱若无啥钱，啊，你要哪？伊讲吼，无要紧，咱着尽量直直出。啊，我讲啊，我想要出一本我读拄即本册呢。你敢知我即本册啥来寄文化部申请？伊讲歹势，咱的钱拢去出别人的，你吼去和人比赛啊，你去比赛哈，你去比赛有机会吼，你再去出。我偏啊懵咧，真正去比赛。哦，文化部甲补助钱啦，这人就是爱，其实人吼嘛是爱勉强啦，勉强家己要做啥个代志，啊，所以讲就是敢若直直出遐几本啦，哦啊，迄个庄元先的吼，迄本嘛是伊家己出钱啦，啊，但是逐个出的迄钱拢无甲趁钱，就是讲像安尼都要甲出啦，啊，迄个莫仪老师的第一本就是迄个春天的百合花是伊第一本的台语，第一本台语。啊，这本有啥物重要？我讲互大家听。因为这本有地雅语，用台语来翻做英语，所以较特殊，较特殊。哦，啊，邀请地雅语来啊，保费安尼吼，啊，这安尼你看吼，啊，罗马里安尼吼，安尼啊是一种本来出册就是尽量有一个历史记录啦。啊，我感觉讲册这种物件，甲咱即马伫遐咧讲的足侪代志。有个人咧写，就是啊鼓励这少年啊，就是讲咱有历史记录哦。好，后一张。刚刚有一张，还是这张会使？后一张无要紧。吼，我这就是咧讲咱教会诶出来诶册，因为吼册店吼真正足少册啦。有当然较早就感觉讲咱无读着诶册，拢会加减留下。啊，若看到讲台语诶册，哦，古早诶啦，超过50档，咱拢讲古董；超过50档，阮拢讲古董。啊，所以阮就会甲遮一寡，亲像较教会诶较特殊，啊，佮有罗马里诶，啊来。啊，毋甘袂是安那，因为伊较少，但是人客伊若甲咱买台语册诶时阵，啊，我才分人看。因为你若无安尼直直保存，民间就无看到册安尼。你无直直保存，民间就无看到册。啊，咱嘛真感叹啦，这亲像会问因的心字典啊啥这，啊是圣经啥，这阮若啊有罗马里的吼，嘛是特别甲放一个图啊。啊，当然较新出来，林俊玉长老因甘公报社有出来的新的圣经，台语圣经嘛是有人会买啦，但是毕竟吼，新册。较侪钱，俊玉长老伊有送我袂少本，啊，有一寡少年啊，我感觉因也有咧读台语的，我就甲送，啊，就用这个安尼借伊的手来送啦，好，过来，这张是啥？这迄个王玉德的册吼。亲像这我哦，直直收呢，直直收有诶人客吼，若欠某一本，我看若市面上啊，搁有我较甘卖伊，啊若无我会直直哦。因为咱即马蒋伟文老师，伊即马有咧做王玉德是咱台湾诗人节嘛，啊，所以伊有咧做即个区块。啊，对我来讲，我嘛则做过社文，就是唐德宗、王玉德诶讲座，也是去行伊民权路，找找因王玉德诶故乡，也是叫大家来看，啊，即种诶物件，就是等于讲，较讲起来就变做较加着唐德宗啊，啊，佮加着叶绍德啊，即三个我拢有做过走读、走读、讲座，即就等于敢若行街头迄个社会运动啊啦。当然伊即较文学诶，啊，无亲像讲唐德宗安尼遐刺激啦。唐德宗诶刺激就是去甲救迄个东乡落来迄种安尼吼。但是因诶时期拢是迄个时期，啊，所以讲若有看到王玉德吼，啊，即马有一寡新册，因也是陆续感觉拢无册。我讲吼，旧册店有一个缺点啦，
时间过足紧的时阵，遮册拢无去啊，这册都无啊，啊无人要买免呐，啊你无遮册，你买去倒买？我嘛无呢，我嘛收无呢。但是有诶册，我准做若有，我嘛袂使黑白印的，因为我若印的会变做类似甲咱还款，若无超过50年，我绝对无去印。哦，亲像人要买清文的杀肉去，啊都无嘛，无册就是无册啊。啊，我嘛无想到，我想要一本嘛袂去，我嘛手里嘛无，我问足侪人手里拢无册，所以嘛是望讲，遮若台语界有要出啥物册，啊，逐个就变做敢若讲小听，看要安怎来出。啊，无人要买册，台语的册总是剩金安咧出较济尔。哦，啊，蒋老师伊是出一寡较认真的册尔啦，认证，迄种是新册。啊，你若要讲要收到台语册吼，因为啥仔较少收到，除非讲这是咱台语人去读的册，伊要刷厝、搬厝、要整理，伊才会甲伊的台语册摕出来。无以往来讲，你这台语册我是安拢收较无。啊，我着市面上流通着少嘛，这着一种检讨呢，就是咱出上少，咱出上少。册拢是对对收啊。册我会讲吼，册叫做身份证。你有册，你无爱留，你卖我，还是你互我？啊，我有当载册去资源回收等，我看人也等出来，这册有效的，我也买转来。哦，啊，人敲电话，啊来讲啊，阮兜有册，啊因爸爸留咧，因送留咧啥？哦，古早我连日本的册我也收，我即马无爱，逐个无爱看。啊，会看迄种日文的，除非是较跟咱台湾有相关的，我才留。你若迄小说，迄即马会晓看的，拢差不多90岁以上安尼。一般看无呢。哦，啊要收册就即马就分简体字，简体字足济有够济，但是我足想要甲单调，毋过人甲我讲啥，你知无？伊讲简体字是学问足有诶人，因为你台湾无出嘛，伊咧学什么魏晋南北朝，你敢知迄偌济呢？迄几落百本字诶呢？但是每一本拢无共，毋是每一本几落10本诶，对无？哦，但是爱有路用无？无啥路用，啊，毋过爱诶人伊就会去找啊。哦，但是我会感叹讲，咱台语册足少，亲像我电台主持2015年，到即阵有10档啊啦。你敢知影？我去摕册去遐看，还是要去讲故事，要创啥？当然我有资料参考，但是我摕册足少台语诶，很翻就对啊。我摕到迄本，我讲被讨厌的勇气就好啊。我就摕2本，就要讲的时阵，我就随翻译做台语，所以有当会去加着字，你知无？当然我会反应出紧会去讲，所以就是讲咱家己出太少，这就是我看会到的。因为我1礼拜是2礼拜去录音，一届是啥，我拢看会到的。这个危机就对啊啦，就是讲咱台语册出太少。是啊，我家己迄嘛是迄。安尼大部分卖上好的台湾台语台文的册是啥物啊？啥物类的册？人若有咧叮当读册会，有咧建议的啊。剩哦，单位即摆，然后亲像你就会想讲要买啊，我就会对，传。我甲你出门几两套。我就知影王顺因的爱，我嘛甲讲啊，你无，还是你放弃啊，紧来，就是安尼。哦，啊，亲像思想关键是因为我嘛，这思想关键这像这册故事伊是新册无毋对，但是文学馆因旧年就讲有迄个算讲看这册点阅率也是啥吼，讲蔡培慧拄第1名，拄慷慨你安知？我去网络甲看，迄老册咱上来有，但是我嘛毋知影讲今晚就出呢，迄是潘大姐讲有啦，人迄今晚就出呢，我也今晚问呢，足可追的，所以我就直卖这本新册。吼，实相关键我甲看伊是建议的啦，啊，但是有李金华老师甲注解白话你加落去啦，哦，就是安尼。所以册就是爱有人相报，上介好是讲读册会有咧使用，安尼你看较会紧啦。所以有册咧叮当，就是有人咧办这本册读册会。对，若无就是无。哦，来，若讲着靠边顶，我再讲靠边顶的故事，共款意思。吼，了解。再来。即摆你讲这是叶绍德的对吧？是。伊较细腻对。叶绍德的册吼，亲像我种啦，
啊，我这吼嘛是啦。我爱讲吼，这就是也照道的。我无迄种话，我甲你讲，我嘛是有看台湾的册，但是我毋捌伊咧。我开册店第1年，我嘛阁毋捌伊咧。安尼你看普通的读册囡仔，敢会捌伊？课本无呢。啊，我就是伫后车头迄当阵，阮后车头第2档吧，第1档啊，第2档，拄啊一群人拢逐工来咧开讲啥，爱册咧边仔头，我知影尾后是叶石涛作品集，迄就是放伫个边仔就对，啊，我就看着袂歹，我就有迄个油画吼，差不多咱 A4 的纸遮大张的迄吼，我怎啊甲画，但是迄单画15分尔哦，我放伫遐，结果我毋捌也做得嘛。啊！但是因若无想着我的话也照得，我问人讲，这些人无人知，你知无？无人知，无多嘛毋知，我无骗你呢。因为可能，但我感觉我画了真成呢。了后，经过2个月、几个月，共款有一群人咧坐伫遐边啊，我伫遐咧边啊，就拿整理册那听因咧讲话，无小心掀起来讲啊，这个叶石涛啦，哦，我会昏去啊我。所以讲，这人生你甲看，咱的政府。欠亏咱偌济，认真你听就听会落啊！你看咱拢毋捌因的，你看咱的课本倒一个咧讲用对嘛无啊？对吧？汤德章个课较毋免讲，哦，因了几十年呢，哦，啊也是说的，啊，所以我这就是文学的初始，文学初始，所以我就甲伊用这我的生命地图内底，伊教小学，啊伊也拄啊。小学有教着迄个潘大，因咧较早住二站行遐，算路德的，什么？毋是哦，伫二站行遐的小学，啊，有教一学期，迄当阵应该是出来啊，关出来，啊，食薰食足重，啊，性情足歹，伊讲伊足歹，反正伊有囡仔的时阵，就看到老师我要惊死啊，讲伊足歹，啊，即马咱台南吼，英国国小对面有迄瓜牛巷。啊，得当去找叶石涛的某一项物件，就遐安尼，迄人做一寡做景啦。啊，所以伊这吼，我有唱2本即个签名的啦，2本签名的册，就是会当后摆来叫我册条，要做足侪无共款的代志。哦，签名册你敢有要卖？卖，但是爱有重量级的钱啊。好，了解。可能要叫伊起来签嘛，对无？啊，伊签名是签2000年的2月27呢，228前夕呢。我这听起来真正会起鸡母皮，你知无？哦，就是安尼。哦，好来，后一张，吼，这林宗元的啦。哦，林宗元的册贴无？因为迄画面较细，应该是林宗元的册。哦，林宗元就是咱。啊，大家拢讲伊是台语四之父啦，你嘛写啦，有钱人啦，田地有够济啦，毋捌食过头路啦，伊毋捌食过头路啊，吼，啊，这就是阮的迄个台语册拄啊啦，还有李钦华的迄个，三，那个国民三字经啦，啥迄啦吼，啊，伊咧足济册啊，啊，阮有超工有一规吼，就是放台语的，啊含一寡诗集放做伙啦，吼，啊当然出上济册吼，其实台语界出上济册嘛是袂少人呢吼，这应该要来统计看上出上济呢，但明老师嘛出袂少呢，吼，过来，这是迄个林荣敏啦，荣敏先生啦，吼。杨明生呢，啊，伊的册袂少啦，哦，啊，有诶是伊送阮的啦，因为迄当阵我有做台湾战线的发行人，迄当阵彭耀乾吼，伊咧去读博士，啊，伊呢就等于讲同仁啊，就是讲家己一寡人啊，伫遮咧伫发表的一个平台的册，啊，我甲讲安尼袂使，因为我著既然要甲因帮衬，要来寄物件，要来推送，啊，推送安那？人来咱册店上好介绍的啊！哦，这本册是啥？啊，这本册是啥？啊，但是因迄当阵是汉字啦。安尼你敢爱读过？啊？你敢全部拢爱先读过？加减啦，无一定讲读啦，但是伊著汉字啊，啊，著诗集啊，啊有当到
到迄个校对啊，告退一个也是啥，还是寄册去互人啊，哦。啊，结果吼，因尾后有一站分裂，是因为汉字甲罗马字冤家啦，汉字甲罗马字冤家啦，啊，就离开啊，哦，啊，就某一寡人就离开，啊，过来，但是因即马嘛是汉字甲罗马字啊，做伙嘛对无？有啊，啊，即马台湾线线因为搁办迄个文学奖啦，哦，啊，遮个人。啊，学堂上尾后，小说就叫奖嘛。哦，做较稳啊，就对啊。大家拢较有钱，啊，就较好做工课啊。有钱就较好做工课啊，吼。哦，啊，这下骹遮一排，这下骹吼，迄一排就是今晚出的迄个作品集啦。孙敬莲也好啦，吼，彭耀乾啦，吼，遮拢是吼，啊，足侪册吼，嘿，啊，明天大家聊聊看吼。黄敬莲吼，伊也出真侪册，因为伊有甲金安编册啦，啊，伊有甲一寡东西300首啊啥，伊甲翻做台语，安尼嘛是一种。有啊，有啊，伊甲翻做台语，啊，人个一寡小学的就会当摕来读啊。啊，无老师无教材呢？老师无教材，你教材要哪教？对无？你就是要有教材嘛，啊，就用来用去。是。过来，过来。哦，即张就是，哦，足济吼，拢真有勇气的啦，有真有勇气啥？台语诗酒啦，伊出三本呢。当然，你也知影台语册无一定销路好啦，等于讲只有讲买册来安尼夹带上册，啊无照讲哦。啊，伊规个人拢白喙手、白头毛，换一个迄个旅行箱啊哦，啊摕册来哦，哦，啊来放咧册店来，要来卖也是安那，吼。但是我是感觉讲吼，台语册你要爱去推销吼，才有管路咧，要有管路，因为大家无人脉嘛，吼。所以就爱开一个读册会。对，是。是啊，啊无你看乡树补给，你看下年的迄个读册会我嘛读过啊，啊我嘛推荐别人去读迄啊，啊当然有个人读袂了嘛，用几篇仔来读嘛，对无？阮当初时嘛是对榕树补给的读册会开始读。对啊，我这册店的迄个摊仔内底还佫有影印本呢，吼，对无吼？嘿啊，啊我嘛去甲迄个公报社讨迄个陈夫人的，甲准玉长老讨陈夫人的，本就大家转去读，看当时要来读。我看遐尼高吼，真难呐，吼，对无吼？啊，所以册讲到册吼，这其实我讲吼，要出一本册吼，爱真开钱，佮真费钱心。啊，而且吼，若春秋较特殊的春秋陈金顺啊，伊就较巧，伊就去甲国议会请钱，啊，逐年直请，啊，一本拢差不多7万左右，10万左右啊，以来，安尼直出，伊足侪本拢直安尼出来呢。哦，啊，伊也家己诚破息啊，伊也开支足少啊。哦，伊也诚破息啊，开支足少，啊，伊就伫遐写，你看伊即马出偌济册呢？对无吼？嘿，吼，过来，啊，这就是特别爱讲，这就是决战时啦呀，这是报第2个册，是文学馆出的啦。啊，因为阮有咧卖文学馆的册，啊，迄当阵，就前邦街迄个王月明啦，搬报第一王月明就讲，啊，伊无册啊，要安那咧？文学馆也无要搁出呢。我讲好啊，无咱来出，吼，啊，咱就足有勇气啊。哦，去抄一个10万块来出千几本呢，嘛1000、1200本啦，伊人拢甲印落去啦。结果吼，伊报第2是咪搬了？系啊，搬了，册剩800本，看要安那啦？哦，我尾仔嘛甲拜托，我讲无你去吼，学校去推荐这学校，教囡仔搬报第2，啊，顺便来甲用去啦。啊，是囡仔无一定会买册啊，啊，都半买半送，安尼送囡仔还是啥？哦，但是这本决战时代呀，尾后。因有翻译台语哦，我即马用找无台语办出来啊，哦，台语办出来，
所以讲这册的故事嘛是真心性的，哦哦，当然阮册店嘛足侪迄个台语字典呐，台语字典呐，你讲台语字典上好卖就是迄本感仔色的啦，你讲 TJ，张如虹迄本啦，对，台语小书店，嘿迄本是书店，毋是字典。书店但是足侪人讲迄本就是迄种圣经，教嘞，白话字啊，就是白话字啊。会白话字但是你即马若要去用着，讲要去考试，伊着爱转换，所以就是即马袂甲尾后段啊，定去。哇，你去考啥？若是考上台就免啊。是。对啊，过来。这啦，这了正平的乡树补给啦，我拢一定爱留，上少还佫有一本就对啦。有钱就加订几本，无钱就订这2本几本啦。但是我即马店的乡树补给绝对有，是。10项关键、10项关键也是有，佫迄个烤饼顶迄本，小红是迄本也绝对有。这3个做分一本乡树补给，我下讲袂猜。这明明遐伊是前位有甲出迄个 CD 啦，但是我即马无新册啊啦。是。拢无。爬山的故事。拢有。我嘛有伊的旧版啊，流浪记事啊是啥？头前这一个台湾的心这本历史的这本是伊算讲在美国的款啦，真就是乌名单做的迄种台湾歌曲啦。我尾后甲讲我有呢，我欢喜的呢。我尾后甲伊印头剩 A4 遮大张我去印我甲讲，伊讲紧，伊拢叫我阿静，我伊讲你加印一寡我讲免啦，伊讲你会当送人啦伊也带一寡走，你知无？我一届拢印了20-30本，你知无？阮2个人有够痟的迄种型啦。伊迄嘛是，伊迄叫做啥？李林阿霞啦。你讲台语李林嘛迄李林阿霞，伊李林老师就足趣味的啊。伊嘛研究歌谣啦。是。你将来找一本日本的歌谣，迟早来讲话开讲啊。看着大概甲阿先生去唱歌拢都趣味。系啊，对啊，系啊。伊讲伊本有迄个什么介绍啥安尼所以伊的册伊这正本的，我拢甲伊签名起来囥好价，有听着无？囥好价。我家己去找伊签。对，我甲你讲，毋是咱爱建立着对册的宝贝。是。我讲，今仔日册袂贵袂使弃嫌。今仔日有人比如讲，有人来讲比如讲，阮同学是成大的老师啦，查某囡仔。伊讲潘金主，你是安怎搞我的册卖签名卖500块，迄定价单250块280块。我讲是甲你卖500呢，我若甲你卖50，你来考死啊！我讲话该坦白，了解意思无？我甲你分享。我较早有伫线顶，就是网络买过陈雷生的剧本我买了后才发现迄个卖场应该是时阵周先生开的是迄个剧本应该伊卖到应该超过应该要1000啊，1000通好。对，我是毋是爱请陈雷生来甲伊的册签名签的安尼互你去卖介绍就倒还起来安尼是毋是销路会佫较好安尼啊？嘛是大家爱读这种价值。台少年拢缀着新册咧走，迄种华语册拢去签名会，所以咱一定爱踏着迄个骹步看安怎行，这是一个建议，无歹。我想要推荐一个方式，就是像迄个陈雷生迄5本底篇小说在我身躯顶骹绑，不管是拢会读1-2本伫骹绑内底。若是路人有撞到迄款，也是活动有撞到趣味的人，也是我就会摕其中一本送伊，因为迄款拢底篇小说嘛，大家要读就是拢较简单。就只要你会晓讲台湾话的人、听有的人，其实要读，其实一篇底篇的内底，就要进入的迄个户顶较无遐悬。伊读了，伊若有趣味，伊就去找其他的4本来补互照。就是我就甲当做圣经，就是骹绑内底，不管是拢有读2本安尼。
安是啊，尼，阮手底有先诶签名，安尼阮手底遐继续袂歹，连工也无钱，当摕即本来卖册，卖册来换饭钱。会啊会啊会使啊，啊叫因遐吼，叫因遐有迄个大卡诶吼，有签名诶吼，啊毋通感觉讲人家卖足贵安那，爱真欢喜讲人有甲珍惜，啊人会甲你买，就是表示迄啊，对无？论庭你有要甲买迄，就表示你感觉有伊诶价值，无你买创啊？对无？共款迄意思。爱买去送互因的啊，就是而且就是拄好送一本，你若有心，你就家己去找另外4本。我感觉即个安尼好。即个陈慧仙来甲即个成台湾有单吼，迄站吼，册店毋知影无用啥吼，拄啊话无也无去，啊若无摕伊个册来互签，哦，无一定袂贵。吼，迄个反正即摆陈慧仙是伫现场哦。对，后摆吼，咱大家就是讲有一个机会，遮台语人呐出册，大家爱烧招做势，这一定这叫做行销善啦，行销的迄个战术啦，咱一定爱。你去看别人，所以讲咱足出伤少，大家要册都无册啊，对无？出伤少，真正出伤少，因为读册嘛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因为有人要读，才知影讲读了有趣味、有价值、有家己的想法，了后就愈谈愈多。是啊，对吧？吼，过来，哪秀金老师的册啦，这哪秀金老师嘛，迄个台湾囡仔歌的教学甲创作啦，伊即马目睭吼，手唇吼，咱惊光啦，较惊光啦，所以伊也栽培真侪人啦，倒边这就是陈盈嘉啦，陈盈嘉嘛是唱歌的嘛，研究歌谣的呢，陈盈嘉你敢捌？捌呢，吼，对无？你我看，这都有断层去啊。伊较早嘛是真位的编辑呢，我伫后车头迄当阵嘛，差不多2000，差不多20年前啊吧。嘛是台人。伊在台北，但是伊有一个囡仔吼，身体较无好，所以伊较牵挂。但是伊就是无迄个，应该是硕士还是博士啊啥的学历，所以伊要去学校升袂起来。讲师就对升袂起来，所以伊就来成台读册。伊含黄景莲，敢若去读什么册？但是这吼，伊听起来实在真心酸呢。我听人讲吼，人迄拢甲刁难，迄中文系老师拢甲因刁难啦。刁难讲吼，恁这舞台语安那这较老啊，较侪岁咧，60、70岁、60岁，应该迄当阵去读的时阵，都伫要60啊吧，57、8啊60啊。逐叫迄外口发徛呢。头壳我有你买呢，听起来心酸呢。伊吼足乐观，因为虽然是查某囝吼，身体各样无好，但是伊若后车头落来吼，拢哪行路哪唱歌安尼，都会唱一个，讲要去上课安尼。所以阮对伊印象非常的好。伊含潘大讲过嘛，所以潘大有写一篇怀念伊，叫做《港缘》的啦。港缘的就是我港年会，怀念港缘的啦。我是较怀念伊咧行路咧唱足乐观。所以我毋知讲听人咧讲，伊去读册吼，伊去读册互迄老师较刁难，去老师的少年的呢，知影伊嘛是老师，过来要来读册，甲叫伊去外口。所以你看，食较济岁，为着前途要搁再去读册，是足辛苦的，非常辛苦啦。好，过来。这吼，我要来讲这个，这有一寡时阵酒的故事啦，吼，时阵酒就是，伊时阵酒上早伊咧成台，就是有一个迄个诗声，伊写自台南的书信体，这吼，就是伊有出这个作品集。伊的迄个台南市作家作品集，民国88年，1999年，阮还未开册店的进前，阮会开册店吼，佫会来做报纸，就是因为时阵酒。伊即满讲要离开即个文学界吼，我嘛是感觉真惋惜啦。
哦，因为真正阮家己无钱嘛，讲无话啦，无钱讲无话听有无？啊，伊嘛是去互前途害着，无法度进一步大学教册会顺利。时阵就影响着伊足侪种原因，家庭啦，什物离离扣扣，伊的前途，伊的思考。但是你讲一年去甲本啊灌出一本册，按10万块敢有够？无够嘛？啊，你去教迄啊，生囡仔一礼拜教3节课，你的工时爱几年？爱持续几年咧？直直来，直直教几年，才有法度直直较升到倒位啊？迄嘛足难咧。啊，因为因先代有一个。就是先代博士袂当伫学校教，爱10年以后啊。我即摆听起来讲是10年，较早毋知讲几年咧。哦，啊时阵就是真有才诶人，当咧讲博士，足兴诶，啊，着歌变拄离啊来出来，拄破拄足兴，拄出版诶人啊，伊听着讲吼，要来写啥创啥，哦，兴呱呱安尼着出。啊时阵就人足热诶，哦，迄种伊诶思考，伊诶思想，我头拄仔咧讲片头迄。你啊看，干来迄2句，我就感觉足钦佩，你毋知？哦，啊，我哦，进前吼，较早伊要去阮店诶便所，阮有一本诶叶绍德册，啊，叶绍德诶册吼，啊，阮哦，小姐毋知影迄是叶石头诶哦，但伊譬如讲应该爱卖200块啊，300块，甲写50块，你知无？我叫卖1点钟啦，打是到约。我姊啊，你毋捌叶绍德吗？啊，这叶绍德这足大卡诶册，啊，叶绍德有写啥物物件？啊，伊受难受苦，啊，伊搁做啥？哦，当然叶绍德拢写华语，啊，搁翻译嘛，翻译日文嘛。哦，甲念一通诶，因为迄是爱台湾文学诶人，互念甘愿啦。哦，我概括陈述，阮诶小姐用无好势，迄算我毋对，我目睭无看着。说用这来比如讲，即个时阵就是真正是有侵入甲爱台湾诶物件。所以伊咧讲要做啥，阮拢同意，阮拢同意。啊，伊嘛知影讲吼，阮真勉强。啊，另外伊尾后做迄个台湾文艺呢，是是有够可惜呢。哦，伊尾后做这台湾文艺呢，伊讲台湾文艺迄个钟兆政因做无去啊，啊，所以伊要用台语来做台湾文艺，伊用即个名，啊，即个名摕来用台语的哦。我才是有伊的2-3本，啊，后壁佫出几本，我毋知会使会记啊，哦，啊。泉州啊，伊就是阮册店大生咧后车头，谁来舞台语一定爱讲着伊。迄当阵，伊伫城大有一个研讨会啦，啊，研讨会内底，遐评审老师会在座的老师的宋哲来啦、方耀乾啦、冯耀乾啦，啊，搁几位呢？嘛几位安尼，敢若会记因即2位啦。因永远有我袂使会记。啊，看大着。阮的人客来讲啊，啊伊就甲讲，有即个研讨会吼，我就想要来听咧。我讲我毋捌因咧，大家拢毋捌啦。哦，啊看大去听因咧规工诶哦，下昼就倒来食饭啦。伊讲系啊。有一个人吼叫徐春秋诶吼，伊咧研究伊啦，因为伊是二中诶时阵就成立2个诗社。啊，伊当阵应该毋是研究台语，伊是研究诗，还是啥物某一项啦。哦，伊宋哲来嘛有写诗啊啥吼，安尼。啊，伊即满吼，伊讲迄个人吼，甲我诶年表拢写毋对，啊毋捌我，啊毋啥。伊讲敢要甲讲，啊因为潘大迄当阵是因为伊少年就做出版，搁出教科书伫高雄，伊生理吼做上大失败，所以伊就改名。伊尾后有足侪迄个册局吼，叫圣父书记，伊诶册我有渐渐伫网络拢甲收，甲收转来。这就旧册店的本事嘛，想办法甲一寡历史的资料，我有甲留起来，安尼。啊，伊即马就讲，啊呀，人要研究咱，咱拢敢要甲讲，我讲哦，人咧研究这，人伊要摕博士的物件，啊你这人写毋对，你着爱甲更正啊。伊讲无要紧，我下晡过来上课吼，我邀请伊来册店坐啦，结果拢来，你敢知？来6-7个咧，包括徐春秋咧，啊宋哲来老师也来，所以当时我就认捌宋哲来老师啊，宋哲来，但是伊的本名永远袂记哩啦。伊的本名是什么伟堂，毋是哦。啊，伊个姚俊伟啦，哦，一个伟嘛吼，姚俊伟吼，
所以就是安尼，就是因为遮边啊，因有咧写台语，伊当初就台文正线，伊当初应该就是安尼，所以你捌遮台语，所以阮就开始有台语，开始有台语。哦，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在迄个古城古册店才会起步出台语。了后几个月啊是安那，有迄个二班嘛，所以我就去做迄个大张的迄个白色的白报纸迄个白报纸迄个，叫王金文啊，搁写人啊来写诗，我来发表，就是安尼。搁来遮吼，边仔有迄个，这是后一张啊吼。要一张。你差不多一张，搁倒转来一个。好。伊即张哦，遮迄个本心集作家作品集吼，就是潘大有伫内底第10集的诗集，所以我即届有搁伫网络去也买转来，但是册况无水，册况无水嘿，甲买转来。阮迄本大本的吼，大本的这就是时阵就当初熟在潘大的，交工印互伊的，这影印本，因为逐个都无册嘛。拢无找时间的过，所以讲具体你收袂到是真珍贵的，要正本是真珍贵的，因为迄第10集吼，我买迄册况无水啦，你话讲，迄然后就叫要甜个，一本5000块啦，结果我去买吼，你较早看第一本，但是伊的册况非常的歹，但是我想要留记录尔。我买差不多3000块左右，包本。你迄一本的第10集的5000块，我2年来买袂落咧，迄2年还阁伫的呢。迄本册还阁伫的呢。所以讲，我大嘛是尾后有去右上角遐一本迄个教育部的，伊嘛写台语诗。伊个诗写啊真深。我讲我从我写的较白有。敢若较叙述式啊，无伊遐深啊。所以讲这吼，这内行较有的人吼，就真正是较了不起啦。好来，这就是春秋。上下骹左下角迄是吴胜的啦，正顶迄张德本啦，花莲的水济啦。再来迄个，第随心就是拢去做评论的啦，评论台湾作家。搁来正面顶头吼，就是阮一寡台语册图啊啦，嘛有人出咧册啊，草地上虎声公啦，草地上虎声公啦，这张德本吼，伊较早嘛做旧册店咧，伊足早期嘛做旧册店，应该是嘛差不多40年哇，40年前啊，足少年时阵做诶。再来，我要小解即个农村秋即个人吼，我找无另外一本。我爱讲，咱诗人的气魄爱存就即个人，是一个怪人，是一个怪人。伊出一本诗集，我会去熟悉伊，是因为网络有一个人写 email 叫我去甲伊买伊的册来买，因为伊袂当开收据，我会当开收据。你敢知伊定价一本偌济咧？伊一本诗集我袂记什么名，民间都去报啊啥呐，3600块，伊摕册来卖我，一角银都无要减。我等于转手，我讲你这啥那要卖遐贵？我创作的呢。伊讲伊创作的，你看，迄叫做台湾人的出世啦，谁造出来？这本无啦，这本200-300块尔，但是有一本就写3600块。伊敢是写台语？台语，足早期写，可能是汉字，无罗马字。
啊，伊尾后，阮册店来甲遮，无2年前，伊教伊林阳面一本，我有送伊。哦，啊，伊有送我一寡旧册，毋是台语的册啦，伊就整理伊的册，我送伊一本林阳面的。啊，我这意思是讲，咱创作者就是爱珍贵。当然，你袂遐尼贵，啥物甲你买咧？是毋是？毋是安尼，但是咧意思是讲，你袂使去拍算去就对，袂使贱卖就对啦。但是你袂足贵，这就足歹拿捏啦。所以就是爱去倾销，每只拢个变个特殊，啊个大咖，才有意义。吼、啊这爱互人会读，啊看要用迄个YouTube 还是网络啊来甲念咱的诗，啊来要创啥？有啊，我嘛捌安尼啊，安尼去念诗啊吼。啊，过来这小王子你有看无？一礼拜柯英奇有讲，这嘛我藏有够久呢，藏要20年呢。伊这台语的，这迄个张春红因总册会的吼，但是我著干那留一本，因为后来拢无收到呢，拢无收到即种册呢，安尼可见大家吼，地条的无人要放啦。有好处就是讲人拢留起来，也是讲伊出无济，吼，嘿，吼，吼，啊，所以就是安尼吼。你有看无？哎，趣味无吼？小王子呢？吼，你看古水啊！我嘛收藏。中华我讲吼，全世界吼销量上大是小王子。小王子，阮毋知第几期吼？阮的这藏书之爱，阮有甲小解。有一个人有300几本呢，300几本的版本呢。无共语言，无共语言呢。我嘛有迄个意大利的呢，西班牙的我嘛有啊，日本的应该嘛有啊，啊中文嘛，啊台语嘛。我对囡仔王子嘛感觉就有感情诶，因为我细汉时阵嘛是阮爸逐工都是会读互阮听，所以我想诶，毋过迄时阵伊当然是摕中文版，毋过因甲阮讲诶就一定是讲台湾话，所以我想讲，我迄个阵到底是听着啥，毋过我想袂起来啊。因为阮爸伊讲台湾话，互你思考嘛，对，你连谢哲青也读册话嘛用小王子，嘛是有一这个用这，啊，过来就是张迷啦，张爱玲的册啦，第2册啦。你讲圣经也是啦，应该圣经第1名，啊，第2名小王子啦，第3名应该是张迷啦。全世界拢有呢，全世界拢有张爱玲的迷呢，大细，拢中文，惊3毛呢，3毛佫无遐看呢，真诶。无要紧，迄中文诶，咱今日莫插，对。咱所以就是咧讲，就是讲，咱无啥啦代欠咱迄落烦恼。拢足少啊！你甲看，恁厝边随时要去找买去都无啊，好，后一张。这个即马咧讲家当杂志啦，家当杂志吼，这个王宝钗吼，这个白色的章吼，这个王宝钗就是咱台南的书画家啦，书法家，因的老母就是帮迄个八仔，吼，英文叫八仔族的语言做记录留存的人。是真重要的，所以伊常常咧讲，伊是盘骨啦，盘骨就是讲伊老母姓潘，伊就是盘骨啦，这家当我有甲伊扫描起来，我若有钱的范围内，我先甲伊保存扫描起来，再来印，因为我正本我袂卖，有一个人应该是论文要研究，伊有甲买。我袂卖伊，我到尾后想着方法。我讲我卖你印的，还是要卖你迄个电脑版的。伊尾后想，伊也是要印的。个另外一个，即马在成大受博士的台北人，伊嘛来叫我留一份，我就卖伊。安尼咱是毋是旧的物件，佮继续会当留存？我感觉有人读就是上有价值。对，你看家当偌久安尼，拢1995年甲即阵嘞，家当，过来，大江啦，大江时刊啦，这既然遐蔡其然嘛是安宁中原共款这阿写有钱人的啦，但是蔡其然伊家己本身是做建筑啦，这个台语界有2个有钱人，就是这两个啦，
伊嘛是搁活动了真够，伊有一个基兰园吼，定定拢办迄个台语的活动哦。哦，临港人我再甲大家讲，大家再来家己安尼做伙斗热闹。有啊，伊伫迄个复兴国中的后壁门，是，倒去找复兴国中后壁门台南。伊吼下骹这台湾白话史诗吼，伊出这2本吼，伫台南饭店办流水席啊，到早。假算讲下昼11点开始来食饭，食到下暗9点，人要关门做你来，伊就传到互恁食。伊讲伊欢喜，伊摕着朴素，为啥物话？伊讲伊用钱买，伊就甘愿安尼讲，无要紧。足性格，听足趣味。伊甲这册全世界的图书馆拢寄，运金比册较侪钱。你看，伊这是七里仔的台语无毋对，但是伊的意思，伊讲我一世人就出这，我就是要我全世界图书馆拢有我的册，所以台语会去流传到全世界去。不管是用什么形，但是有这个有钱人有这个魄力嘛，有魄力啦。运金足济咧，我知，会当熊。搁住迄板凳啥，几桌安尼随在恁食安尼，直来的咧。迄轰动咧，轰动武林咧，惊动万教的咧。伊这台工期刊我家己毋知伫册店内底安尼，别人互我啥，有欠几本，我去甲讨来补缴啦，敢若甲15本的款啦。结果毋知叫我缀咧倒位啊，一时直找无。我这第5集会去伫网络里的啦。毋过我今仔日昨去找几本，我有找着4本啦。这册上济，但是这一定爱甲带档的小解伊这台工时间啦。爱叫做龙里门渔夫啦。你就知伊住龙里门啦。安尼了解啊。好来。这就是嘛是龙里门啊。这下骹遮顶头是龙里门的，下骹就是关梦花啦。关人花以后出一寡因的台语诗刊啦。也有代表性的人物啦。因这旁真大旁的咧。黄敬莲啦有啦。陈庆荣啊啥包括阮的虎峡古册店的名就是詹明全，伊是迄个特学博士。伊嘛捌伫阮册店做一个台语的读册会过，迄当时头6个月啦。人无济啊，5、6个但是伊即马有一个读册会，华语台语拢有人做伙，但是伊是读生活的物件。伊叫做迄个哲学舒压哲学馆啦。册就是要互咱疏解咱的压力。但是伊用来用。伊为安尼有开一间店，进前有开一间店，是卖伊家己写的册你就知伊写120本的，卖伊家己写的册，佮兼卖鸭肉，去共摕鸭肉来卖。伊讲这叫做舒压哲学馆册，甲有性格无？伊要用迄个谐音啦，压力的压啦。伊就用就去挂迄鸭肉来卖啊。卖迄种鸭肉毋是青的啦。就做性格。伊嘛和阮诚好，伊嘛关梦花的人，台语人。所以阮虎峡古册店，早潘大，伊大生阮册店25档来讲头前2档是迄个叫做好望角，是册潘大伫南区开的。因为伊直甲囥，讲你这有学问的人调伫咧南区，伊即当时报纸就小解古册的时阵，我去甲探班嘛。伊就看着我爱开店，伊讲我店单无做伊讲要招我啦。伊讲阮有一个朋友讲叫我爱入城啦，爱入来较市内叫入城啦。店名嘛好，叫虎城古册店。伊甲我讲话呢，讲20分呢，讲看我好无？我拄有一届带阮同学，阮的同学拄安尼，拄在边都敲片鼓安尼，直西弄就对啊，真正是西弄咧。伊讲好啦，你爱顾店啦，你你搁爱写物件，你的愿望要做作家啦，你要安那？好啦，恁就做。但是我嘛无后悔啦，我应该转来嘛会当后悔啊。你就聊论咧，就聊了，拄后车头，伊个景伊是后车头地点无好啊，是迄个指标真好，后车头驶少日啦，热到要死啦。搁后车头是过路客。我想看后车头离上台较近，敢袂较侪这个事情。
厝势贵。哦，是，我讲吼，阮后车头了搬去东门城，东门嗯，城了即马搬遮来，拢是因为起厝税的问题。后车头上贵4、5万，一起要起5千，要到5万，走路啊，紧走。哦，因为钱开甲拢无去啊嘛。啊，迄当阵啊来到东门城，东门城差不多2万几。第2年、第3，因为第3年个起到3万啦，一起4成啦。是，啊，结无安尼来，啊，但是当阵就较闹热，是因为东门城吼，安尼逐个拢徛好多安尼西人拢伫安尼洗咧洗咧，就看阮伫咧外口就读咧来开讲。迄当阵诶人上济，啊上活，佫上心色，哦，足侪种型诶人拢有来，哦，是台语人也上济，啊有足侪人安尼自己来开讲诶，啊，迄当阵咖啡拢逐工拢饲无停诶就对啊啦，请人食咖啡。哦，我就是你爱卖咖啡了。无，迄是拢用请，从来都毋捌咧卖。请人食咖啡，时阵酒上悬诶记录吼，一摆食13杯啦。啊，伊就直直开讲啊，毋着免困，规暗啥晡都免困。直直讲啊。啊，因两个拢咧讲文学咧，毋是咧讲543诶呢。是，嘿，足奇怪，因咧有迄个诗人诶气质吼，啊，着讲甲迄个外国诶诗人啊，讲甲啥呢？讲甲足济安尼啦。吼，啊，时阵酒也互伊判断足济观念嘛。你无做，永远都无啦，就即个观念嘛。嘿，哦，啊，就是安尼啦。哦，好，按这看人会这啦。啊，过来，这就是迄个时阵酒诶，下骹就是时阵酒伊，啊无，下骹是台湾笔画，台湾笔画嘛，应该是时阵酒编诶啦，应该是啊无就蒋维文啦，哦，啊顶头就是台语世界啦，台语文摘甲台语世界啦，我这台语诶册我有加减留的，哦，这嘛是因家己有出啦，哦，好来，哦。啊，这就是虽然只也讲看我有迄个日本时代什物物件，我感觉是足难的咧。这老册吼，都除伊公报写什物问音的迄啦，啊无就是圣经的罗马字的迄吼，迄早有通好7、8、10年、几十年的啦，吼。啊，剩这拢差不多无遐久啦，拢才20、30年尔，哦，啊是人写古早的物件啦，哦，好来。这吼，咱就讲到即个金安嘛，吼，哦，金安就讲这苦饼丁的迄作品集嘛，吼，有一本这第上下骹这，第下骹这倒边遮这下骹这吼，有苦饼丁作品集吼，这就是金安出的，啊，倒边这是张树顾文石老师出的。咱先讲顾文石老师这本，伊当阵。台语的拼音，国派拢有，伊是用迄种国语的拼音来注音，国语的拼音注音，我遮正边有写，可能会较无，比如讲，呀呜呀呜呀，咿呀呀，你用迄种来，这背后就是咱有整合嘛，咱有整合啊。整合讲看啥物罗马字也是安那呢？顾文石老师出一本《小红绳》，上尾啊互我卖甲剩1本啊2本，佫是收着的呢，毋是我家己的，我家己的拢袂出俗，因为定价200块。卢兴昌老师在文学馆有做读册会，读册会拄开过2期的款，一期20、30个，拄卖咧50-60本啊。伊顾文石老师讲，伊1000本卖10年啦。啊，我府城古迹版咱三是卖成百本啦，成百本都包括卢兴昌教授伊开迄个读册会呢。但是上尾啊吼，伊剩10几本无够册，坐火车送册来呢。伊感觉足欢喜，讲有人要读这本册。但是我足欢喜这本册，我嘛有伊的老版本，我即马拢无啊，我学白买去啊，拢为着旧册店，迄封面奇奇怪怪。因为靠边顶因的囡仔吼，考政府有出，伊迄就是旧册院的迄个董事长，伊有出吼，
迄封面就较彩色啊，水水安尼吼。啊，嗯我上爱摕迄去甲长辈，我有去迄老夫老爷的长辈，长期讲故事。啊，著讲一个哦，迄三太子李落车啦，安那啦吼，啊看着迄个台南府城迄个车站路边仔遐吼，啊有人徛迄脚踏车，啊伊李落车是毋是孤轮的？啊两轮的徛比伊较紧啦，行一个走转去天顶的故事。啊，迄老人都听个笑嗨嗨。啊，即摆吼过2-3个月，佫顶讲一届，老人袂记哩啊嘛，佫继续听。啊，这故事吼，我长期拢咧讲。讲小红旗的故事，伊就早期写咱台南的文化，因这就是文化协会嘛，靠边顶就是文化协会，啊，所以尾后迄个文学馆吼，顶头遐册就是文学馆出迄个讲座的走趟啦，带团去行咱台南的迄个庙寺，行啥，吼，就是安尼，吼，啊，这安尼吼。啊，这下骹这卢行昌教授有甲即个靠边顶写诶物件做即个论述的册，哦，就是甲评论就对啊，哦，啊，所以你甲看，这册嘛是历史留起来，所以就是嘛是爱有人要去研究，哦，人要研究，哦，啊，你看咱正平正有人起来，若是金安尼，就是咱正统诶罗马尼。哦，啊，特别这就是因未改版以前的迄个拼音，台语拼音，哦，过来，哦，这三字经啦，哦，其实我有足侪种三字经呢，啊，佫有迄宝安尼早期的民国50年几十年的，啊，迄个啥啊，迄个我都找无迄个蓝秀清嘛，伊嘛有写一个台湾三字经啊，写台语的呢，你看，这就叫做。我无想要唱诶，他说。啊，你别安那，你讲2首300首，竟然人有甲改台语呢？因为这读册囡仔一定爱读的啊，你无你别安那。无一定啊，无一定。啊，你教看嘛，会当讨论者。啊，你若教科书会当甲转做台语来读嘛好啊。啊，无你就爱想办法，你看内容啊，会当参考。想办法去写。哦，会当有一用迄种迄个蔡培慧，敢若迄张无看到咧，实相关键的咧。我一张我看者。好。哦，即马就是咧讲歌头前呢，上头前呢。是哦。伫上头前。我白话，无要紧，咱先讲哦。咱有。这不过去啊，迄个伫头前几张啊尔嘿，搁去哩嘿。对，这。这张。哦，这哦，蔡培慧吼，我有伊的字典啦。伊的字典就是写国语、闽南语对照，常用的词典啦，吼。哦，你敢知这闽南语，敢若为着这个闽吼，我嘛和蒋维文教授吼去甲迄个教育部长，迄个叫什么人来甲台南的后车头迄个香格里拉饭店，阮去遐抗议呢，为了这个闽呢，闽南的闽讲一只糖安尼这就是讲，啊，你啥不爱用个台语，啊，这就时代变迁啦，这真正吼，哦，安尼有够，这真正为着台语吼，安尼去抗议吼。啊！你看蔡培慧，伊就是咱迄个南大的创会理事长，迄个算讲董事长啦。哦，创造迄个南大科技大学啦。哦，啊，伊这就是北乐上好实相关键啦，台语的安尼。你讲袂上好，平均一个月卖1-2本了，已经算足好啊。因为我有透过网络去铺底露天卖场啦。哦，安尼。啊，我嘛伊的汉诗啦，伊的较早可能早期因拢写汉诗嘛，哦，啊，佫有一个，但是因就是对照先起步安尼做啊，哦，啊，你正凭这吼，就是文学馆讲伊的迄本册是安尼，咱老的册咱无法度看到，啊，网络来揪来看也就知影，哦，啊，这嘛是一种算讲带头的人啦，哦，啊，真是讲。人个年岁济去，拢无咧认捌伊啊啦。哦，好，来，咱来讲歌册。这歌册吼，我有收歌册，这是迄个剩迄个啥，啊，拄仔讲蔡基兰，哦，还是
也是因咧作者拢写七字啊，这是歌册就是七字啊啦，是，七个字，歌册就是七字啊，哦，啊，我就是安尼修啊修啊，什么上届迄就是啥温和基案啦，哦，啊，无就双倍经代啦，拢有啊，啊，因是古早迄个吼，啥啊，即种物件会足宝贵，就是因为宝宝啊，啊，都无去啊。哦，啊，就最后拢歹去啊。就像咱古早囡仔时阵，咱有迄个歌谱，等下另外一张是歌谱，谁阮那遐唱？伫办念歌诶时阵，这是念歌的一种。对对对，阮有听着阮先生有甲阮教满地满地歌，迄个七字啊，迄个是七字啊。哦，系啊。啊，但是这就是差不多汉语派的，因嗯，着迄落去啊吼。啊，当然文学馆有出迄个歌念歌的迄个册有啦。哦，伊嘛有出迄。啊，有啊，剩这先生就是要看册爱来阮册店啊啦。我都有留啦。是，倒过来，啊，这歌谱，歌谱，歌谱有看着吼，嘿，哦，我摕一本这够水诶，这有够水诶，哦，盘这也去摕啥物宝贝？哎，我跟你讲吼，我有是，歌谱，有这歌谱，这着安尼细本，啊，搁有足细本的嘛，有迄个细本安尼足细本，啊，有够这种册济吼，哎，大西歌意，我为着这去甲人标买唱片，我哦，那是歌伫手谱盘内底迄歌对本哦，老唱片，安尼老唱片，啊，因为我有歌谱，无迄个，我着想办法，嘛是去网络去买唱片，啊，来增加即个歌册的价值。你知是，影无？这拢失传，咧合尾两起的啦，着较三级转有无？咱较早要知影台语，就是迄当初报地戏嘛，毋是即摆金光语哦，报地正报地就是黄俊雄的啊。即个时代，哦，阮的时代拢差不多拢听这，哦，安尼。啊，我这歌册我有40几本，大大细细本。是，啊，我哦，卢英昌教授研究7年，从伊的身边7年。伊有赞赏阮古册店，我毋敢甲就讨啊，我真正就是宝贝，宝贝。啊，因为当阵吼，传译中心直买尾后吼，尾后无啦，着研究，啊，着时机着错过啊，所以物件就到老掉诶，歌谱即马搁伫诶。但是研究台语诶，伊是研究台语歌谣，研究文学。卢云昌教授逐个拢捌嘛吼，但是我讲伊诶好处伫倒位啊？你知无？是安那遐尼久，伊目睭动近视嘛，但是伊咧看这偌细腻诶，你敢知？这偌细腻诶，你敢知？你敢知？但是让我喊惊看，为着一个字，即个民国40年出诶，后一本同一条歌哦，40年，比如讲50年出诶，还是52年、53、54、50几，甲比如讲50年出诶，甲55年，这4、5年之间有一字变去啊，差去啊。伊要去探讨这就叫做评论，他都好评顶诶评论，伊就是咧找即个物件，是所以甲用较济时间。是，啊，做这研究者诶精神，就是爱使人敬佩，就是伫咧遮啦，是伫咧遮。哦，啊，所以研究文学和文学足好呢，伊嘛和文学足好，文学嘛是，过边啦。我听过吴国正先生讲一个讲法，我感觉足对诶，就是伊讲台湾歌诶歌词，就是经过上侪人就是审查过诶台湾文学，这有影，就是因为咱出册，就是中华民国教育，互咱读无一定读有台文嘛，嗯，啊，毋过若是歌词，真正台湾歌足唱诶，逐个拢。对，经过足侪人诶审查，甲欣赏。啊，所以就是咧讲啊，啊，所以你甲看，我讲卢教授啊，你即本甲即本啊啦，伊讲你毋知哦，伊才甲我讲即个原因啦。是，因为你文字吼会改啦，经过时间若是会啥变化。会变化。哦，啊，所以即张吼，你看彩色诶样开吼，爱个叶启田了少年诶时阵呢，顶头迄2张叶启田诶，哇少年诶咧。引导，哦，啊，这当阵拢会卡着迄个垃圾哦啦，嗯，垃圾哦。我讲吼，我是安那讲话会足出力，
足上闹哦，是因为阮兜开工厂、开饼工厂机械的声，还有嗯，垃圾的声，还有老唱盘的声。但是古早人无怀旧，所以阮较早老唱盘安怎用你知？唱盘久来歹去会起路嘛，起路对，就是日本来讲歹去，但是歹去咱啊用迄个类似甲四路甲烘烘烧烧的吼，凹的怎变做水果盘啦，来放水果。是，啊，看过歌谱这较早画细本的歌谱我拢有经过，但是咱拢无半本，就到歹去嘛。啊，较早纸质较无遐好，哦，较是讲唱的啊过去啊，我逐项搁来，逐项搁来，哦，安尼。是是，啊，所以这吼，就透过即个台语免啊学，就透过即个垃圾学，听人讲古，讲迄个啥，迄个叫做天，乐天讲古也好，啊是听即个什么梁山啦，吼，三亚啦，是某人啦，空中啥啊，着啥，吼，啊你若当然欢喜的，因着是咧，迄个什么，迄个什么戏剧啦。迄个什么，迄个搬戏有嘛？迄个什么编剧啊，啥咧什么，因咧迄种较无共，广播剧迄啦，较无共。但是咱咧吼，因拢讲哦，讲卖药啊，就来甲你加一寡政治的啦，加一寡啥啥啥安尼，一定爱讲就就好，你讲一定爱，袂免咱卫生，就是安尼。无要安怎互台湾人知影真相。所以我的台语照讲是会遮尔袂歹啦，毋是讲偌好吼，是安囡仔时阵伫安尼即个环境啦。环境，但是阮边仔即摆的环境愈来愈好。人有教会的人，伊就罗马里就足够，白话里足够，有差。是，哦，环境看到是不教会，所以伊有看白话里，正是伊无咧写，也要看，无咧写。呀，迄个论点甲迄个潘姐啊吼，我想要甲恁提醒，就是讲，咱希望到差不多11:30，所以剩差10分钟，啊留半点钟久，互逐个问问题，好无？好，因为拄仔上尾一张啊，我嘛想要甲潘姐提醒。呀，我剩差10分钟，嘿。啊，你敢有拣一两本啊？就是你感觉你上喜欢的册，就咱台湾册，甲大家分享一下。跟台湾的册哦，对啊，我是你拣一半本啊。上开一些歌谱这啦，是。这哦，含咱的心较大心嘛。是。心较大心，因为咱拢加减会晓唱一寡台语的册啦，台语的歌嘛。啊，你讲一寡阮买会着的啦。我买会着啊，买会着只有单类的册，今晚咧出才买会着啊，无你台语啥买会着？我讲的啥网页新闻的都买袂着啊，讲介意嘛无用啊，读甲嘛袂记你内底咧写啥，是毋是？哦，对无？哦，啊无你讲咱即马台语，然后你问你即马台语，你感觉敢有足侪人出嘛无咧？你看崔庆元嘛，拢无啥咧出啊，有无？我嘛还会记得伊的名，较早嘛是台语人，啊个啥人？你剩罗明华嘛出的嘛无去，啊个来啥人？即摆人小青目睭无伊嘛无出啦，因为出册就是爱足侪钱啦，啊你要有人读，就是爱看有人迄个老师咧即马敢是较侪新册，像地顺聪嘛出足侪新册，因即马去册店有一寡台语的册，像赵无明最近嘛出册。但是伊的册价钱拢袂了袂歹，但是我嘛无进伊的册呢。就是伊册是像无明册，册是出中文册了，对，是用中文写台语头版。台语上中文写台语的代志，对。对。啊，我想要无人来找伊的册啦，主要是无人要找伊的册，我就袂去进册。所以我感觉就是旧册店甲普通的册店，就是潘仔敢有感觉有啥物人客有啥物无共的特色，就是因为无共的人主动会去找无共的所在，买对买册。进新册吼，就是人客来找伊的册。阮较早有卖5年新册呢，使卖新册是足严重的代志咧。真啊！根本价，阮才5趴的利润尔，爱存百几万的册伫的呢，迄册足贵呢，迄册新册较贵。哦，新册成本贵啊。哦。无一定会买呢，迄是人甲你现在爱看尔呢。是。产品的人敢有去遐买册，是去看的。要买的人买就走啊。手骨较粗啊，因会看一。
但是人客若甲我订哦，比如讲你甲我订单位的册，我就紧来进啊。你甲我订对啊， 5套，我就进5套啊。你知影我讲的意思无？就是是有人甲咱买，咱才会去进。但是，是我即摆就互你讲一个吼，我无甲抄一寡人的名吼，甲抄招吼，甲买一寡新的来吼。咱若有册，就去人介绍，想办法就去买啦。就对啊，是即个。所以直接工商服务就是有要找册，拢会当直接甲判这下注文，我感觉就利便的，就是我新册甲旧册的人看是无共人呢，我无骗你，无共种人呢，是有影，无共种人。嗯，啊，你会去看台语的吼，亲像你也袂去看华语啊。对我白啊，你看华语的，你过来看台语，讲伊看无啦。是。因吼，因为阮家己嘛有办读册会，啊，我就感觉读真正甲，就是我感觉其实我电脑无感觉讲即马咱拢无咧出啦，就是其实嘛是有足侪人一直有咧出，啊，毋过就是阮佚头开始办读册会的时阵，阮就开始甲陈瑞生的一寡底片的，阮就敢若经10篇，阮就办10届，啊，就是一期，啊，阮就经10篇，啊，甲伊转做专白话字。啊，咧读，阮内部家己咧读的时阵，我就发现逐个明明平常时啊，就是阮即阵人的面册，阮就干那写台文尔。啊，阮平常时私底下开讲嘛是写台文，毋过逐个咧读的时阵，我就发现大部分人咧读的时阵，拢足顿平，拢会记，就代表讲逐个面册一直咧写，毋过其实足少咧读别人写的物件，就像即摆台湾字咧出，毋过有认真咧读的人到底有啥物人？我相信像阿仁先生的即款。因着足认真咧读，像教会部阿仁生嘛是会足认真读，像桂兰这也进前有写针对阿仁生的迄个诶回应嘛，就是阿仁生嘛是我伫教会当着阿仁生伊就随甲迄期的教会部摕互我，讲即篇，我感觉大家就是爱加读，就是遮个册内底内容才有价值，就是因为册咧迄个价值嘛，毋是伫迄个印刷的钱啊，还是纸啊。就是遐的内容，想讲所以才会问潘姐啊，就是上介意的册。论点，即马因为你既然是最后一张 slide 吼，你即马敢要就是开放，互人问问题。我即马看开讲室内底迄个Houston 的雪梨吼，又问迄个。利用敏老师的指教人问，其实有啊，头拄有讲着利用敏老师的册，电滚珠。啊，你会使叫一寡想要问问题的人举手。好啊，就是若是大家，即摆咱时间差不多，若是有人要问问题，人举手嘛会当，若是无方便讲话嘛会当直接伫对话窗内底，我会替你奉上互潘姐啊安尼。啊，潘姐即摆有人有问题，就是敢有人咧问林永敏先生的册？就是台湾文化电竞组的，敢就是迄个作者嘛，迄个先生。有久啊买一本啊有啦，但是买的人迄个毋是台语人啦。啊，毋过林永敏先生伊，我读过，我印象其实嘛是写中文较侪，我印象，我无确定，我读无够侪。我遮有，是，我看下就知。伊就是写迄条歌，毋通嫌台湾。对啊，就是迄个大家拢咧用啊。你看我遮吼，我伊册外侨诶，伊这应该是拢华语无毋对啊。我想讲，若到故乡诶春天啦，这就伊足侪人写这写台语啦。哦，台语文化电竞册。哦。这本是我还未开始转台文的时阵。有读的，对无？我讲吼，这吼，即马有时代的落差。你不管华文还是台文的人，是即马拢毋捌遐个作者，是即个时代变差。会了解我讲的嘛？所以读册会角色非常要紧。对啊，伊毋捌伊啊。我今仔日读生代来，我甲问。我有几本要寄册的是的，哦，停车站见问钟小阳的，他连钟小阳也不知道，伊上出名一本册，对华文的呢。啊，你剩的迄足侪拢无法度读，伊嘛毋知呢，因为伊要读，因家己要爱。啊，所以你讲，咱要安怎，就是讲，你台语嘛会当出足侪足趣味的呢。
嘛有人出漫画啊，出啥啊，都吸引人啊。哦，你看人因即马咧做影音有无？做台语的，因着爱出奇制胜。你有看恁前礼拜是讲，迄个就足奇怪的口气，人再去注意伊，就用安尼，是毋是安尼？我感觉嘛是按对根本随讲足慢的，就是咱就是按全台湾话生活，而且就是莫用中文、中语生活，因为是摆中文甲中语才咧摆脱咱台语甲台文啊，所以就是咱家己若讲要起头，就是讲你共借问啊。所以我足侪人起来，外国人哦，我教伊台语，伊讲伊袂晓。我讲你去买物件，你爱共讲，我才100块，你走啊？伊毋知外国人就甲你讲英文嘛，对无？华文伊嘛是安尼讲啊。你若起头共讲台语，人就甲你回台语。所以咱家己本身爱做起，咱若共讲台语，人就甲咱回台语。头家这偌侪钱，伊就讲啊，我这偌济。然后老板这多少钱？伊就甲你用华语，所以就是咧讲基本。所以有的人讲，亲像恁讲，安尼囡仔教起是对的，和伊有关系啊，有习惯，是安尼。吼，是啊，请问迄个单位老师，你敢有要回应？我看你足认真听，你敢要小可回应一下？我师你爱开麦克。呀，我认真听是讲后摆来开一个古册店嘛，袂歹啦吼。好啊。我收足侪古册啊，甲古早迄个台文迄个一寡吼，无出无几档的迄种杂志吼，咱袂少呀。不过吼，今仔题目吼，我想着讲，我是为台语运动的角度来咧听的吼。我想着讲，咱古早吼有一段时间，咱即个台文咧推销的时阵吼，一个真重要的组织就是台湾通讯读者联谊会啦，吼。上悬的时阵吼，安尼全世界差不多可能有20-30个以上的读者联谊会吼。毋知女士知影即个可能你拢知影啦吼。我毋知呢。台湾通讯读者联谊会。我有，但是我毋知有这个联谊会。我想着讲，迄阵的迄个角色吼，甲咱即摆伫台湾足济即个读册会吼，迄个功能差不多足相像啦吼。我想着讲有影即个30-40档来，我有进步啦吼，为台湾通讯读者联谊会进步到变做读册会吼，因为读册会的内容加足丰富啦吼。我是要来支持啦吼，特别讲吼，咱即摆台湾吼，读册会大家爱尽量来参加，也是尽量来办啦吼。你若讲要靠即个学校啦吼，靠政府啦、文化部啥货吼，要来推销咱即个社会台语文的即个运动吼，即个是较不如讲咱家己来逐个来推销即个读册会啦吼。你若为册店的角度来讲吼，这读册会我真要紧啦，会当帮忙即个册店在推销册啦吼。是。这是我所想到的代志，多谢。多谢陈雷生。雷生，我古册店真正足好诶。无影，我甲你讲，读册会无一定甲你买册啦，莫想济啦。但是会啊，阮会啊。无，迄是我专门来甲我读册会，我专门送册互因诶，我无骗你。可能阮诶作风可能较注重讲因有来，因若来咱就是感谢，了解无？因为这是真珍贵，伊会来呢，都无简单念呢。亲像咱迄个，阮进前咧疫情进前迄个出代志调解委员，迄时遐少年人，单纯王顺林遐个人每一届来，我是差不多每一个拢互带一本册转去的，当然无一定是台语，就是有当较台湾意识的册啦。我非常的多，
定伊无爱读，我搁包括去甲准用迄个长老吼，去甲讨单位哩，一人摕一套转去呢。啊我看是哦，你大家好真康。我偌厉害的呢，真啊，诶。顺阵但是像顺阵若要册，就会甲你定啊。无一定啦，迄个我即摆意思是讲，读册会对册店买册有帮助无？真然，无一定，无一定。但是伊会当，互咱册店感觉讲有看到希望尔啦。我讲的较坦白，这最重要的啊。看到希望。所以是当初咱迄个出代志，调到迄个读册会是一礼拜一届，迄无简单呢，2年半呢，一礼拜一届，我偌钦佩呢。因着想方法去走路，啊去甲西门食一杯，食一喙迄个米露，佮继续走，安尼出头啦。哦，啊无就配合看电做迄落啦，啉酒走标啦。看台语，啊看送拍较紧，看华语拍台语，看送较紧。你敢知影？这真正是爱出头。因咧读册会是较，互你含阮一般的读册会，我读册会会长做足济啊。我是做台南社区大学的，市立图书馆的读册会，拢10年以上超过。阮册店读册会拢无断的哦，台语的几落下哦。但是无抱着讲要卖册的希望啦。但是就有人来啊，就欢喜甲。我看大就足奇怪，迄种个性啦。敢若有人要读册就做好安尼啦。哦。啊，所以讲无要紧，陈女士，你若来，你转来吼，台湾若是要创啥，超工秘籍师的迄种，迄个读册会，哦，下头摆什么人啊，是什么人无共做的，拢随在你，阮有张地，啊，就足趣味，这就是安尼，毋知吵后起来，爱记就是即种的哩。对，我捌去你的册店啦。有啦，我捌你啊，哎呀，但是若我捌去。是迄当阵在东门城啦，对对，对啦。哦，哎啊，但是有人咧问迄个台日大书店即本你有无？我毋知咧，应该我若无翕着，毋知有无，应该是无啊。那有无要大家迄落啊，家己 Google 互相古册店的电话，当卡去甲潘姐问，啊若有就会甲你还是定，你册啦，甲你叫。你册写一个，嘿啊，台日大字典哦，毋知呢，爱大看书店。大书店。对啊，我会记得迄实体应该是足大本的呢。对，有人是想要就是收咱出来。其实吼，其实阮迄阵吼有足大愿望，阮伫东门城，伫3楼，阮有做台语文学类似迄个馆，台语文学馆，阮做无起来啦。我咧做侪册呢，看到的册留落来无打紧啦，有新册出来，若买呢，创啥呢？是，我感觉足要紧呢。啊，赞袂掉啊！阮咧看板搁伫诶呢，一块好诶茶呢，刻迄个台语文学馆呢，阮家己做几落年呢。因为我感觉足好诶，这就要紧，因为阮就即阵啊在读册嘛，啊，就是读诶，大家咧讨论，就咧想，就伫迄较早迄个网络也袂遐尔方便利便诶时代，就大家若是行入去，就大家要查资料拢是去图书馆嘛。啊，去图书馆诶时阵，若看到迄个分类，就是一定会甲台湾文学分伫中国文学诶下骹。伫迄个时代，你行去图书馆，就是安尼分啊。所以咱就是无法度超生诶，咱伫影视互人，就是互人绑伫遐。我感觉有一个咱台湾国图书馆，就是有影伫遮诶资料，甲开诶迄个空间，独立诶空间嘛是非常要紧。遮诶资料就是会是独立诶，就是台湾人诶资料。问题我可能吼会来亲像咱这线顶这读册会啦，阮拢一直无做啦。因为因尾后阮咧读册会疫情诶关系，因去做 podcast 做无几集就无去啊啦。因为无济人伫遐甲跟啦。啊，你即马若讲，亲像咱这吼，啊有人来加入安尼，像咧谢泽清伊一个迄个新册出来，咱就拜托伊来做读册会，还是啥？我感觉伊咧做啊足好诶。伊嘛亲像我安尼后壁学专册，啊伫遐咧讲迄本册，感觉迄种有吸引人诶力啦。我是感觉讲线顶即种诶吼，别人嘛足侪人咧做啦，但是阮互相国际店嘛应该需要来插一卡啦。是。咱来读台语诶就好，啊读较莫伤困难诶。啊，简单诶，啊，这大咖一定爱来甲阮加入啊！哦，啊，时间找出来啊！啊，大咖无来，无一定定定你安尼，哦，这囡仔甲会熟悉因呢，啊，无你甲看，有断去啊嘛，断层啊啦。拄则有人咧问迄个台日大书店诶，有志昌咧问台
台语即大书店啊，所以想要买2本，二手的嘛会要买1本啦，嘿，呀，我想恁私底下搁联络，我看中光遐嘛有 post 一个 link，敢会当有哪请中光遐来发表一个感想。中光遐你嘛爱开麦克。我是敢要请教即个阿静说哈，即个我的大姊嘛叫做阿静啊，本地伊的名是叫做静姬，听伊讲静姬是日本时代的名，所以到尾啊，怎变做敢若单字一个静啦吼，所以我听着。我毋过吼，我感觉学静的人吼，拢足够讲话。我是要请教讲，我一边去迄个安平吼，一个迄个剑西店啊，啥剑西，遐嘛有一间迄个古册店，含你敢有关系？我会讲剑西店，迄毋是古册店，迄是金安的迄个电视迄个册，金安的册局。好。我甲伊摕新册局伊个新册，因为剑西店吼，这因缘真深啦，因为我吼画剑西吼，有一群朋友几落下，拢画剑西，应该是开册店之前，阮拢有得奖啦，有得奖，阮拢有伫迄个老街安平老街的剑西博物馆展览，差不多要4个月，逐礼拜拜六礼拜拢伫遐讲安平的故事了，拄啊结束的时阵，拄啊剑西店要起好啦，伊就邀请阮去遐展，所以安尼才熟悉变成遐。熟悉蔡金安，熟悉黄煞迄当年伫遐做因的总干事，就是安尼啦。所以我甲黄煞感情嘛袂歹，变成遐感情嘛袂歹。我不说蔡金安老师你若请伊啉酒伊就唱歌互你听啦，伊就唱将进酒互你听。这就是信息的代志啦。嘿，是，多谢。多谢中光兄。好，感觉迄个拄则有人咧讨潘子雅的联络方式，我着打迄个互相古册店的电话我着打迄个。好啊，电话会使。大家联络0627639093，对，就是若讲打电话讲过去，若是无接，搁讲一摆。咱台语足趣味，咱嘛讲讲电话，对无？讲电话啊，吼，所以台语音乐性足趣味足水的啦。是。搁有要了解啥物货无？伊是阮当讲几落工的啦，足侪物件讲袂了啦。迄阵潘子雅开讲，我敢若无甲台湾网报甲伊印出来吼，无大家敢若伫遐想着讲，就甲台湾网嘛足久安尼，而且是迄当时我嘛迄个光辉因吼，因嘛有迄个有出迄个2012、12、13的迄种迄个得奖的迄个诗集嘛吼，嘛袂歹啊，拢有啦。即马你港剧基金会改成出足侪绘本吼。遮绘本伫台湾，伊的销路安那？台语的吗？嘿，台语的绘本，嘿。无啥，可能咱宣传无够的关系。是伊拢有学校 ，maybe 敢是学校会有买，是安那？我所在通常是配合活动，伫活动现场会有人买，像阮旧年有在接迄个台文馆，在台湾文学馆的念歌迄系列，迄是阿凯先生会出的嘛。阮办的活动现场就有人买安尼。毋过若是无配合活动，我就无确定。去甲文化部请钱去出出一本来就无消息去啊。是。所以通常就是，无论是配合活动还是读册会，就是可能若是目前嘛是爱互大家有机会接触会到，才有可能买。所以也是爱有人去读啦，有人想要去读，也是去做一个活动变化吼。因为我本来就发。就像咱之前某一场嘛是请前卫出版社的迄个千红三百来讲嘛，我感觉普遍来讲，咱台湾的出版品的内容品质真好，毋过就是爱
有接触会到人，啊，会接触到的人，通常就是按用台湾话生活的人，才会主动去找这物件来读。因为内底看到罗马尼，一般的人看无伊袂去买，是即个原因啦。因为一般的人吼无去读罗马尼，一般的，歹势连我吼无接写人，我就总共无去啊，共款嘛。我罗马尼嘛是真无法度咧，就共款这个意思啊。哦，我绝对是爱逐个做读，逐个做要读，就去笑倒转来，啊若无就佫无去啊。啊，你一般的人看到迄，伊毋捌嘛，阵就来有诶一种想法。咱比如讲，咱台语读册话，伊讲我台语会做搞，我来读台语要创啥？伊就逐工落咧讲台语，但是读甲写、甲看、甲认捌，迄拢无共呢。是爱有伴，对无？迄无共啊。因讲我台湾人，我谁仔就来参加台湾读册话啊？这就是认知嘛。伊认为讲，这就是认知，安尼足简单讲。伊无需要，伊讲有啊，伊就知啊，伊无需要。咱爱创造需求啦，其实是有需要，是。所以就是这大家的意见安尼出来，啊，倒一项当行，吼，嘛真好咧。恁这亲子对吧？亲子在那讲，亲子啊，大人囡仔拢来囝囝是，对吧？囝母囝是。好，安尼感觉有人有问题。反正我有一个问题，足好奇的，就是讲拄仔你有介绍着蔡基兰，蔡基兰，蔡基兰呐。嘿，你讲伊遮有钱，安尼甲伊家己的册啊推广去互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安尼吼。伊是热爱伊家己的台语，还是讲伊是要推广整个台湾的台语文学？这是两个层次。如果伊若是遮有钱，应该我咧想讲，是毋是会当帮赞一寡咱这个协会的活动安尼来支持安尼？我甲你讲吼，迄其实是伊家己啦，伊家己。伊即届就好吼，阮即届迄个咱28个活动，伊拄仔坐我边啊。28场迄个咱迄个28个台语诗歌节嘛，啊因为即届嘿，张老师吼，伊就讲，迄个逐个征稿有无？得奖的有无？来念诗，囡仔来念诗，囡仔得颁奖啊啥。我挂手蹛甲讲，我讲。因为伊个吼，伊家己个代理照伊个诗啊，什么人个诗，第一个基兰园个，迄足大哦，啊边仔个壁拢刻字用代理照刻哦，刻字啊外公诗足正啥。我讲哦，你爱亲像蒋老师安尼，你爱亲像蒋老师安尼，你伫你个基兰园去征文嘛，征稿嘛，啊，互遐少年囡仔有得奖啊来念。毋是咱遮老板咧几个来伫遮咧讲，我有甲提醒，我讲你一寡奖学金互遐囡仔，你才有法度无共款诶，再活贵起来就对啊啦。安尼等于讲台语来讲，较会活贵起来。你毋是讲你办一个舞台来放伫遐啊，逐个一寡老板咧伫遐唱歌无嘛？迄一届两届拢无，你来春像蒋老师，你看阮即届200活动。去往少年群的，迄少年仔伊要来摕奖品，要来念诗，要来啥，上无加50个。而且毋是干那奖品，其实是足侪，就是像背面因有伫第一线咧教学的，就是因上课的时阵，因拢会去甲因的学生讲较侪200的代志，啊，因嘛无一定啥物奖品，毋过因着家讲有即个活动，啊有即个意义是啥？注重要过来念诗哦，看到因的学生囡仔发表的机会啊，因过来念啊。对，这最重要，就是创造一个是舞台啦。这个叫做人生爱有舞台，你爱做一个舞台，有人感觉讲，哦，我遮物件有人甲我注重。我讲伊听，我第一首诗，阿嬷的菜脯，阿嬷的菜脯。你敢知我第一首诗的时阵，我囝伊人阵拢 email 啊，无什么手机啊，我囝有金安。第一届伊讲无收到，过1个月我佫寄，
我行2、3礼拜拢无看到，我就无去啊，我就断了。了后，我怎啊人甲讲公报社有，我叫公报社1礼拜以后，佮我画一个插画，甲我出一篇，你敢知影古咧？我逐暗拢伫遐写台语呢，我逐暗拢伫遐写规年拢伫遐写呢。我所有台语诗是咧公报社出的呢，真正我拢看伫公报社，而且我毋是爱伊的迄个歌费呢，我嘛是歌费关到伊，所以阮的感情是深的，你知无？伊即摆叫我去讲台语歌，我嘛是愿去呢，因为这一种叫做感情啊。所以我就讲，这个舞台，结果你咱打金安1年后，伊的在迄个金安的文学外期刊再甲你刊出，还以为个片啊，查甫的嘛当念的，迄就无意思，就免休息。我就感觉讲哦，我若真正无投公报社，我若等金安1年，你看我敢会搁写？我绝对无去啊嘛。了解，是。所以咱若在做读册话，咱嘛爱来一个鼓励讲，这毋是钱的问题，就讲啊，你发表，阮会想办法甲你摕去倒发表，还是甲你建议去倒位啊？啊，若拄啊参加什么活动，我摘出来，用这步。其实阮即摆有一个，毋是读册会，阮是读社会，阮是互相读对方写的文章。对，阮即摆，对哦，就感觉这嘛是最重要的。你有看无？迄个演技有举手哦，演举足技，演技举手，伊也举真久，嘿。歹势，因为可能我嘛无看。是演技演嘛讲技诚好啊，演技。伊讲啥？我要问一个问题，你敢有卖伊即摆甲迄手囥咧，你敢会当？你咧讲话啊？开你的麦克。有演技咧讲话。敢有听着？有，多谢。听着。我要问的就是讲，你敢有拍算要卖迄个台语的迄个教材啊？即摆有台语检定。我有咧卖啊，我卖声带啊，蒋老师的我都有卖，甲伊拢绝版无册啊。我拢有咧卖，我足侪年拢有咧卖呢，这10年拢有咧。教育部你迄敢有在卖？无，敢若哦，敢若咧蒋老师的名呢。无人来找啊，真正无人来找啊。你讲教育部的无人去找？无，所以我就无甲新版买嘛，无嘛。因为我的经验嘛是，就是我要找什么册，直接问，啊，看这也就会甲我变出来，安尼。哦，安尼哦。其实是，因为咱无可能，就是叫册来遮藏咧，就是迄就是囤一个空间，迄就是一个成本。即个就将来无人咧甲我买教育部的迄个认证，因为我拢是进蒋老师的，啊，人若要买认证，我就卖蒋老师的就好啊嘛，就安尼尔嘛，可能台南的关系。对。下个月就半夜我印啊无印啊无，这拢有当开阮的钱的问题啊。是。奇怪，我毋捌买过今晚的迄个认证的册咧。因无人吹啊，对啊，对，这个是主人的代志。跟有伊迄有迄个台语的迄个检定的，当一个讲在外县市内要搞买，我从来毋捌卖过伊的呢。我甲问阿勇，阿勇讲因早就绝版无啊。你安知我嘛毋知有即本。是台湾的。咱台语的就是，我来讲，这就是吼，这就是从定定斗阵，大家斗阵，你就知影什么物件，你做。有这个意思。是有影。所以讲蒋老师哦，真熬啦，真努力，全校拢做伊咧。我甲你讲啊，好哥哦，对伊遐尼歹的，真正。正经足委屈的。足委屈的。加在伊经会调。伊经会调。伊伫阮的迄个富祥副体店迄3楼，记者会开过个改呢，黄春明的代志呢，真像啊，早哦，这阮嘛头前场后壁场拢真正挺高的啊，趣味啊。所以种讲开是趣味尔啦，哦，实在是哦。啊，我嘛缀去抗议，你袂记我毋是咧讲，缀迄个啥，迄个教育部长咧讲什么名啊？还没讲完伊第四奖，伊讲哦够硬气啊，第四奖才硬气。是。我问你款是无？应该迄个。敢是局台南市的无？无，咱的教育部啦，已经就打，已经过来林进前啦。我了解。威廉啊。是。真威廉啊！我都抗议话咧，蒋老师若去，阮大家就拢去呢。真诶啊，咱的人生就是安尼啊。所以我甲你讲吼，
咱台语家真正就是爱小强啦。哦，了解无？了解。所以这种辈这吼，因直直写直直出册，但是咱爱有遮少年辈爱明白伊啦。我袂晓讲，这一定爱明白，无人顾人，你话连华语界嘛是拢毋袂认的安尼，毋是干那咱的。啊，我们囡仔拢会认的啊，就是因为因拢有听广播剧啊，因就知影。对，啊伊嘛开始办基因的，咱家己读啊。敢搁有人有要问考考试啊？英语，英语还佫有要问啥无？英语？目前无啦，对。听你讲绝版我吼，我今仔日伫册拄啊，我头过较紧去找我有沙巴鱼的滋味，内底佫有亲吻的签名，安尼这敢是真宝贝。我甲你讲吼，会当吼征求因同意吼，还是讲去印卖印版权页，即本册佫甲推送啦，有即种诶，去印来卖啦，啊，对逐个方法读册话来读，啊，版权页卖印。都无钱过。其实，敢有人举手？我就，无，我听毋到。就是即摆嘛有一款方式是迄落，就较贵啦，当然比一般就是出版社出版较贵。毋过嘛是有迄款伫网络顶头，你会当就是字一个，就讲你要买，啊，伊就甲你印一本出来。啊，毋过伊就甲咱印迄本，啊，所以当然比一般诶出版社安尼大量，伊一摆500本。即个方法就是讲，我即摆咧印这加当这吼，你甲扫描档出来，有扫描档咧读，需要咱直接读，用处理方法尔。是。啊，无就叫伊佫再出，叫伊诶出版社佫再出。真侪人要找即本呢。啊。沙巴鱼的滋味。一个人要找2-3个月，都一个人要找哦，真诶哦。尤其安尼，这2-3个月都一个人要找，这2-3个月真侪，所以我毋知讲即本该讲。系啊，伊破病啊，过身啊，所以我嘛袂晓讲。每一本我会记，我看2/3，我看到嘛袂记哩啊啦。迄逐个去看。本是毋是你工局出版的？是啦，2006年你工局出版的。还是看因会当个袂去啦。我想阿辉可能讲袂当啊，因为我旧年吼，阮讨论都有一个中心吼，伊要搬厝，啊，我去伫遐爱看伊的册，我看着3本，啊，我3本拢有甲收起来，啊，我介先，我即摆袂记住我收伫倒，我来问看卖啊。介先，我毋知影敢是交互品质，我所知影品质即摆人嘛伫遮，但是伊可能嘛毋知有方便讲话无，嘿呀。无要紧，迄个阳光遐，咱即摆时间差不多伫要12点吼，你敢要介绍后礼拜的节目？好，我来share 哈。我找一下，我找无吼，看觅吼，等一下哈。